后来乡亲啊，到5月就要开始报税了。财政部长苏建荣讲，那因为武汉肺炎隔离，安尼报税期限会当延到6月底。啊，受到影响的个人甲业者，嘛会当分36期来纳税。另外，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暂停营业，嘛会当来申请暂停免纳营业税。 心在预算立法院的塔门早就拢拍开啊，保持通风，人受济我都保持1公尺的距离，未少人嘛挂喙安。解决武汉肺炎所带来的问题，唔拿自身健康，财政部继续提出对策。如果纳税人如果因为接受隔离、居家检疫，4月份的使用牌照税、5月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部分，那么我们会主动公告延期1个月。 财政部唔拿好民众方便，冇考虑到因为疫情损失的业者。企业或个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导致他的收入或情况不好，最长可以3年，就是36期。暂停营业的期间他所要缴就可以这个免缴这个营业税。 唔但安尼尔，上近半年后会发放振兴券，会照顾到至少35万的业者，包括餐饮、商款、夜市甲艺文。是讲百货业者内面的餐饮业到底是算倒一类？小吃店其实每家都很多，那些都很辛苦。我知委员的意思，这个甲类似像餐饮呐。 啊，那物件应该发偌济？有人建议讲应该提悬到2000块。市民顶讲都要量力而为，同时尊重唔通乌白发的另外一种声音。